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说相属。那什么是相属呢？就提到说，尔与彼为义，以遮彼之力遮尔。那即尔与彼相属的性相。那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提到说，我们举事例来说的话呢，会比较容易了解。就提到说烟跟火的关系，那就我们了解到说，烟和火二者呢是相异的，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烟跟火二者呢它并不是一，所以呢烟与火呢它彼此是相异的。那以遮彼之力，就是你遮止掉火之后呢，那同样的呢，那烟呢也会被遮止掉。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烟跟火二者呢是有相属的关系，就是因为当这个火熄灭的时候呢，那自然透由这个火产生的烟，它自然而然呢就会熄灭。所以就以烟跟火来说的话呢，就是烟和火二者它本身是相异的。那你只要能够把火给遮止掉之后，那烟自然它就被遮止掉了。所以你就提到说，烟和火二者呢它是有相属的这种关系。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呃，相属呢，它又分为两者，那就提到说同体相属以及说重生相属呢这两种。那同体相属呢跟重生相属呢，如果说我们用比较口语的方式呢去解释，但它这个是没有骗的，就是以比较容易简单的方式去了解的时候，就提到说同体相属，它是属于说就是它二者呢是属于是同时存在，那彼此之间呢是有关系的。那重生相处呢，就比较像是托有一法呢而产生一法，还是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在同班里面的同学呢，我们就比较像是同体，就是同体，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在一起，然后可以互相讨论问题，然后并没有一个前后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说跟长辈来讲的话，或者说跟老师和学生来比起来的话，那老师跟学生呢，就有一个前后的这一种依存的关系，就可能是你来这边呢，跟随着老师呢，就会可以从老师那边呢得到，去学习知识，然后去了解到一些东西，所以还是有一个前后的关系。所以同样呢，就是同体相属呢，跟重生相属二者呢，同体相属讲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体性呢是相似的这种关系，它是透有彼此的体性呢来探讨说它是相属的关系。那重生相属呢，就是透有一法，然后能够升起另外一法，然后透有这边呢去了解呢叫做重生相属。所以就是可以从相属里面分为同体相属以及重生相属二者。再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呢，然后比如说我在跟一个在学校里面和某一个人呢，就是在聊天的时候，那自己的家人看到的时候呢，自己亲戚看到的时候呢，然后就会问你说，诶，今天跟你讲话的这个人呢，看你是什么关系？那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说，哦，这个人今天和我讲话的这个人呢，他是我的老师，或者说呢，他是我们班上的导师，那或者说他是我的学长。那或者说他是我的直系学长，或者说他是我前两届的学长。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呢，那很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从这个彼此的关系之间呢，然后听出一个就是前后的这种次序。因为你讲的这些就是说，哦，这个人他并不是跟你同时期的，他是比你更早进到这个学校，所以同样的呢，在这个时间之上呢，你就同样的呢，就已经可以了解说是有一个前后的一种关系。那如果说，哦，这个人他是我的同学，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或者是他是跟我同届的时候呢，那自然家人就可以立刻了知到说，哦，这个人呢，他跟你并没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因为你们进学校的时间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同体相处跟重生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透过这种表达呢，你可以了解说，哦，同体相处就是它是可以在就是同一个时间范围存在的这种呢，是属于是同体相处。那如果是重生相处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二者呢，它必定要有一个前后的关系。那我们举事例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烟和火二者呢，那因为有了火之后呢，才会有烟产生。那它有一个前后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烟和火二者呢，它是属于是相属的，它是属于重生相属的关系。那提到说烟和无常，或者说烟和事物这两者的时候呢，它并没有一个前后的这一种必然性。那所以可以了解到烟和无常二者呢，它是属于同体相属。
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那什么叫做同体相属呢？就提到说，而与彼以同体性之门为异，以遮彼之利遮耳。那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在讲同体相处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者呢一定是同体性的。那就提到说，刚刚所讲的，像是瓶子呢跟事物这两者呢，就是瓶子与事物两者呢，他们是同体性之门为异。同体性之门为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第一个它一定要是相异嘛，因为我们提到说，依法之上你没有办法去说哦，瓶子跟瓶子它彼此有什么关系？因为瓶子跟瓶子它本身就是一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说瓶子和瓶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所以我们在探讨说它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呢，它彼此之间一定要是相异的。那在同体相属的时候呢，在讲同体相属的时候呢，那自然的会提到说它是同体性之门为异。那同体性之门为异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它是同样的体性，它是同样体性，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呢是相异的，所以这种关系呢叫做同体性之门为异。那就提到说像是瓶子呢，还有像是事物或是无常，那它们彼此呢是同体性的，然后它们是同体性之门，但是呢它彼此之间又是相异的，所以提到说瓶子和事物两者是同体性之门为异。那以遮彼之利遮耳，就提到说呢，瓶子和事物这两者呢，虽然说它彼此是相异的，但是事物的范围比较大，所以当你遮止掉了范围比较大的事物遮掉之后呢，那自然而然范围比较小的这个瓶子呢，它自然而然就被遮止掉了。所以提到说，瓶子和事物二者呢，它本身是同体性的，它除了同体性之外呢，那它们两者又是相异的。那除了这一点之外，那我们遮除掉了事物之后，那同样的呢，范围小的这个瓶子会被遮止掉。所以呢，瓶子和无常，或者说瓶子和事物呢，它一定呢是属于同体相属。因为大范围，他们除了说这两者除了体性是同样的之外呢，那范围大的遮止掉之后，范围小的自然而然就被遮止掉了，所以就提到说他们是同体相属。那在这边呢，就是解释完同体相属之后呢，那他举一个譬喻呢，就提到说所作性呢与无常，他们之间的他们之间的相属呢，就是属于是同体相属。因为呢，就提到说呢，所作性呢跟无常二者呢，他们本身呢是同体性之门为异。然后呢，只要遮止了无常之后，同样的呢，所作性呢也会被遮止。所以就讲到说，所作性跟无常二者呢，他们也是属于就是同体相属。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说同体相属的时候呢，它本身呢并不像是烟跟火一样，它有一个前后的这种因果的这种关系，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前面的这个东西没有之后呢，那由它所产生的后者呢就会消失，并不是这种关系。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比如说是一间学校里面有很多间的教室，那无论说这些教室呢，这么多间的教室，但是同样它是从同一个电箱里面呢，每间教室这个灯泡呢，都是由同一个电箱呢所引申出来的。所以当整个大电箱的电呢没有的时候呢，那同样的这些教室里面的这些灯泡，它自然而然就会没有电，并不是说它本身有个前后的问题，而是它大范围的东西消失的时候，那比它小范围的呢，自然而然呢就消失了。所以呢，所作性跟无常二者呢，他们彼此呢都是可以互作为比的，就是同体相属。就我们可以提到说呢，所作性跟无常他们彼此之间呢是同体相属，就是他们是同体性之门的义。然后呢，你只要遮止无常之后呢，那同样的呢，所作性呢它也遮止了。那同样呢，颠倒过来说的话呢，无常呢跟所作性二者呢，他们是同体性之门为义。那你只要遮止了所作之后呢，那同样也遮止了无常，所以他们二者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没有一个所谓的前后的关系。那如果说他们两个不是属于同体性之门为义的话呢，那他们二者如果说遮止掉一者，
遮止一者的话呢，就表示说他们二者呢会成为有一种就是前后的这种重生相属的关系存在，但我们知道说这是不会存在的，所以所作性跟无常二者呢，它是可以是他们两者是同体相属。那同样的呢，反过来说，无常与所作性二者呢，它也是属于同体相属的关系。在这边呢，就是一直提到说，以遮彼之力遮耳。那什么叫做遮彼之力呢？这边所说的遮力呢，在此所说的遮力，仅是指于觉知境上的遮除力。那就是提到说呢，我们这边想要遮止呢，并不是透由说外在的能力，而是提到说我们心智上，就像刚刚所讲的，透由不欺狂的这种心事呢，不欺狂心事之上呢，你只要遮止掉一法之后呢，那另外一法它自然就被遮止掉了。比如说我们在心智上呢，你只要理解到说这一法呢，它不是所做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遮止掉说这一法呢，它也不会是无常。所以就提到说这边的遮力呢，提的是就是不欺狂的心智上的这种遮除的能力。